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嘅資產唔多，家庭又簡單，使唔咗寫遺囑啦。但係其實遺囑最重要嘅唔係資產幾多，而係清楚分配。咁你諗下，就算得一個銀行戶口啊、一層樓啊，或者強積金啦，只要你過身之後冇遺囑啦，嗰啲手尾都會好麻煩。根據香港嘅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咧，法例會幫你自動分配財產，例如有太太同子女，太太先攞個人物品同50萬，剩低一半俾太太，一半俾子女，聽落好似公平啦。但係如果同配偶以往係用舊式婚姻結合，又或者唔係香港結婚，又或者嗰啲仔女已經多年冇聯絡，甚至喺外國要揾翻佢哋，要證明親屬關係等等，咁成件事就會拖好耐嘅。立遺囑嘅最大好處唔係因為你有幾多資產，而係能夠減低將來證明親屬關係嘅時間成本，同埋確保財產能按你意願處理，減少爭拗同法律費用。即使家庭簡單寫咗一份遺囑，唔單止幫自己清晰交代，對後人嚟講真係一份平安紙。以上僅為一般嘅資訊，並不構成法律意見。